来看，警方甲民间企业合作提出100万的检举奖金哦，来鼓励全民来盗猎诈骗的车手。成功检举一个人到5万块的奖金哦，计共是有100个名额。效果安怎？爱去观察。昨台南警方佮掠到一个60多岁的车手，可能是最近哦，诈骗集团嘛真欠人，所以开始找一寡年岁较大的人来做车手。 伫邮局 ATM 头前行来行去，负责人一直换卡片、操作机去得领钱，但是嘛看来看去真警觉，警察赶快过来做歹代志，互掠着。诈骗集团缺工，进而转向利用中年人。已经60几岁啊，所去做诈欺的车手，警方无摆拄诈骗集团嘛真欠人，佮有不法的组织是专门捡金门的官民，要求因来本岛领垃圾钱，才走转去离岛厂。引导会来，没，我们不要反抗什么。一旦摕到被害人的钱，车手是重要角色。按照有效来封堵，有民间企业是捐予警方500万，只要民众成功检举，互警察掠到人，逐个人就发5万，限定100个名额。 警察埋伏才有可能抓得到。我们一般人不可能说走在路上说，你是不是做那个诈骗的车手？我觉得被害人几率会比较高，因为遇到这个状况嘛，你就会想要去做检举的动作。其实警界本身嘛有真相同的机制，鼓励打诈提奖金，一个人会当领1万。不过这套制度的运作，警政署长嘛承认讲，过去的效果是真有限。我们非常的期待，就是说窝里反的这个效果，鼓励。 这个集团里面的人员呢，出来做检举。过去我们大概在宣导上，可能很多民众并不晓得说检举车手有这一笔的奖金，检举车手的这个民众比较少。打诈仪表板显示讲，今年前3个月诈骗案受理是超过4万件，一个月财产的损失拢是破60亿。警方这摆锁定车手重点来打击，各甲检举奖金加起来，敢会当来发挥作用？学者是无这么乐观。与其说发给让 我们每一个一般市民都觉得自己是个警察，可以去检举，那还不如呢。我会建议警方可以把它使用在作为我们内部人员的教育训练，让警方拥有更高更好的职能去侦查。要让诈骗产业链规个无去，学者分析，警方的办案技巧的强化，还有民众观念的提升，两个是一个拢袂当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